人喺藝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啊，有點兒唏噓，不過都係咁講啦。與其係夾硬勉強咧，就冇幸福。如果真係唔得，就早啲離婚。對待咁啊，另一位咧要還你門市嘅人咧，就係余文樂啊。余文樂咧就過咗去台灣咧，就係結咗婚，有一個太太叫黃台雲。咁咧就44歲嘅余文樂咧，就同台灣啊呢個黃台雲係好知名嘅皮帶大王嘅千金嚟嘅。結咗婚9年啦，咁啊兩位咧本身有一仔一女，夫妻咧不時間咧都喺 social media 咧就晒啲家庭合照嘅。咁但係咧，琴日咧就你話突然又得，話大家預咗都得，咁咧就喺同步咧喺社交平台咧宣布咧佢哋離婚。余文樂係咁講嘅，余文樂咧感謝黃台雲身為妻子同埋做母親嘅付出。黃台雲咧亦都承認咧婚姻過程唔易，但係強調咧呢個家嘅愛係好完整嘅，雙方咧均繼續表示大家以一個家人身份咧繼續共同咧撫養啲孩子。咁啊，余文樂咧琴日咧就喺社交媒體度發布一張咧星空下嘅家庭剪影照片，宣布咧跟黃台雲離婚嘅消息。咁佢係咁講嘅。我們達成咗共識，尊重並祝福彼此嘅人生選擇。感謝你作為媽媽、作為妻子付出嘅所有。往後呢，我們永遠呢係家人嚟嘅。黃台雲呢，其後呢亦都同一日呢喺個人帳戶呢貼出同一張相片，留言就咁講嘅。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婚姻之中呢，我哋學咗好多嘢，我哋還是很關心對方，只是彼此之間少了呢一層關係。這不是什麼悲傷難過嘅事情，因為我們會更好。這個家嘅愛還是很完整。他即係余文樂呢，還是那個好爸爸、好伙伴。他即係余文樂呢，還是這個家嘅避風港。我們還是一輩子嘅家人，經過咁多年咧，彼此亦都成長好多啦。唔知道未來係條路點樣啊？但係我哋至少咧都好勇敢，亦都多謝你一直陪喺身邊。佢哋咧喺2017年咧12月咧喺澳洲咧舉行莊嚴嘅婚禮嘅。2018年5月同埋2020年年底咧，分別咧就迎接咗第一個大仔余初見同埋咧佢女余初心。新婚初期咧，黃台雲咧嘅家族企業叫亞美集團咧就爆咗個財務危機，欠廠商一個巨額嘅款項，豪宅咧就遭拍賣。當時余文樂咧展現極大責任感，主動承擔咧家庭嘅主要開支，並全力支持妻子獲讚咧係有擔當嘅。佢哋以往啦亦都不時咧喺社交媒體度咧曬啲合照嘅或者家庭照嘅。不過咧，呢2年佢哋感情生活咧就轉趨咧低調咗，冇咁多呢啲放閃嘅相，亦都咧已經係唔止一次咧傳佢哋分辨㗎啦。喺2023年嘅時候，余文樂咧隨即突然間清空咗佢嘅 Instagram、IG 嘅所有貼文，寫下咧從治癒重新開始。事後解釋係強迫症發作，整理社交平台嘅版面喎。咁啊之後，但係咧整理完之後，自此之後咧，佢嘅 IG 咧已經冇佢太太嘅跡象㗎啦，咁可能當時已經開始分居定唔知點樣啦。呢個我自己個人判斷啫。咁啊，黃台雲嗰邊咧亦都被發現咧10個月以嚟咧冇再貼下余文樂嘅相，大家合照啊。二人出席朋友聚會嘅時候咧，亦都被目擊咧大合照嘅時候咧刻意分開企咯，即係已經有啲端倪喺度啦。早前咧亦都有網民聲稱偶遇咧余文樂同黃台雲咧帶子女同埋寵物去公園，睇嚟咧就互動好似好平靜，雙方咧未正面咧回應分別嘅疑雲，直到琴日咧先正式宣布離婚。咁有陣時咧都要睇嘢咧，都睇埋咧啲留言嘅。好多人咧都即係雖然冇一個具體資料咧，但係都認為咧余文樂個人咧就比較花 fit，好大機會咧就係因為咧男方咧可能另結新歡或者出軌嗰類嘢咧，令女方咧就忍無可忍咧要同佢離婚。亦都有人咧話余文樂咧已經賺咗咩啊？即係唔係講話賺咗錢嗰啲，係攞咗咧台灣嘅居留權。咁所以咧呢9年咧就可以夠鐘啊，離婚啊！
咁阿佬咧最深刻咧就係當時咧佢出道嘅時候咧就同盧巧音拍拖，咁啊之後就分手，當然分手咧好多原因嘅，咁但係咧好多人咧喺公眾嘅視野都話佢係一個借盧巧音上位嘅人，所以咧不免咧喺我印象中咧佢形象咧都係一般般啊嚇，估唔到啦嚇，譬如同期即係同年紀差唔多咧，譬如謝霆鋒啊、余文樂啊、陳冠希啊，基本上三個人之中咧，或者房祖名啊，房祖名就好似話結咗婚啦。咁啊，相反咧，謝霆鋒已經係離咗婚好耐啦，咁啊同翻王菲一齊啦。咁啊，而家連余文樂咧都離埋婚，咁啊睇嚟咧真係婚姻唔好話淨係普通人喺藝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啊，有點而唏噓，不過都係咁講啦。與其係夾硬勉強咧，就冇幸福。如果真係唔得，就早啲離婚，對大家咧個傷害咧都係少啲嘅。咁當然啦，一輩子一家人，咁啊呢個身份咧，你一有咗細路咧，就好難切割嘅。我成日都覺得。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中意嘅話，記得咧做翻個訂閱分享。我係YM阿佬，多謝晒大家，下條片再見，拜拜。